主席，本人咧係就住檢視公眾街市發展策略咧係發言。咁啊，首先喺度咧多謝楊永傑議員啦提出今次嘅議案，讓大家咧都可以聚焦一齊討論下而家我哋香港嘅公眾街市嘅情況㗎。嗱，睇翻咧食環署嘅數字啦，喺25到26年嘅財政預算案回覆裏邊可以睇到咧，而家香港咧公眾街市嘅空置率咧係大概17%啦。嗱，部分咧就比較嚴重嘅，例如咧鰂魚涌街市元朗區嘅同益街市等等，空置率咧可能去到50至65%咧。咁其實咧反映咗啲咩咧？反映咗傳統嘅運營模式咧，可能已經好難咧去適應市民而家消費習慣嘅轉變啦。咁係要逆轉呢個嘅趨勢嘅。我認為咧，政府必須咧係以真正現代化思維咧去重塑街市生態。係從硬件啦、業態啦、服務啦同埋科技4方面咧係同步發力嘅。其實咧有對比咧，真係會有傷害嘅。有時候我哋有啲嘅市民咧，可能去過北上去內地睇嗰啲街市，或者喺其他一啲私人市場嘅街市裏面咧，發覺咧同我哋香港嘅公眾街市咧，可能有個比較。咁所以咧，我認為咧基本上咧係要做好一啲配套先咁話明係要現代化街市，咁所以咧配套咧係要充足嘅。我早2年咧都同食環署咧去過我服務選區西貢街市睇過，亦都量度過氣温啦。我知道排緊隊嘅副局長嘅局長，咁即係咧其實而家冇冷氣嘅街市咧，其實都幾落後嘅。呢個說實在係會影響個人流嘅，即係有得揀嗰個去啲有冷氣嘅地方，特別可能喺夏天嚟緊7、8月比較熱嘅時候。咁所以呢啲配套咧，我哋要加緊個速度咧，係做翻好少少。呢個我認為而家喺新時代嘅情況下，呢啲已經係好基本嘅啦。同埋你亦都可以咧，即係扭轉翻市民以前都會覺得街市係比較污糟邋遢嘅啲負面形象，係要靠呢啲去做翻嘅，呢個好事實嘅。第二咧就係我認為咧可以植入一啲特色嘅餐飲嘅元素嘅。呢個咧都唔係新鮮事物啦。咁睇翻無論有啲香港有一啲賣家私嘅品牌，其實佢出面都有一啲嘅小食店咁樣，都好多市民買完嘢又去食下嘢咁樣。咁如果去北上嘅，頭先我聽到有同事都講啦，呢啲大型嘅超市裏邊都會設有呢啲小食嘅售賣點啦，而且係做埋金漆嘅招牌嘅。咁其實咧好多市民咧都同我講，喂，其實有時唔買嘢咧都可以咧係食下嘢。咁佢有呢一種嘅心態，我認為呢個模式咧都可以咧係學習一下可以規劃為一個港式嘅風味館啦，集中咧可能售賣一啲我哋特色嘅小食。魚蛋燒賣等等呢一啲，同時亦都可以咧鼓勵一啲檔戶同熟食中心咧推出食材加工套餐，形成咧即買即煮嘅產銷閉環市民咧可以喺選購咗海鮮之後咧，交俾熟食檔嘅即場咧煮嚟食咁我覺得呢一啲咧都可以咧係增加市民嘅體驗啦，亦都可以開拓一啲收入，成為一體化嘅服務。當然啦，我自己久不久咧，說實在我都有入街市嘅咁如果同埋小朋友入街市嘅時候咧，你就會諗啦，有冇啲可以親子專區，或者係可以咧係俾家長咧可能臨時咧係放低小朋友，俾佢去玩下，佢亦都可以買餸。會唔會可以考慮喺啲未來街市上面咧係增設呢一方面嘅專區，可能俾小朋友有一個嘅地方，可能係閱讀下圖書玩下一啲嘅玩具等等，亦都可以解決咧係即係家長咧係要去集中買餸呢個嘅負擔嘅時候。咁我相信咧亦都可以吸引到家庭等等呢樣。其實講咁多都係會希望有啲新嘅嘢係可以吸引到佢哋去街市。最後當然咧新嘅嘢咧離不開就係科技。科技融入喺呢啲街市，我相信已經唔係新事物㗎啦，係嘛？咁係咪可以引入多啲？譬如係可以令到增加透明度嘅一啲即時觸控嘅熒光幕，令到知道街市一啲嘅菜價、食品檢測嘅結果，令到大家又買得放心。成個體驗如果加埋咧，一定係可以咧係大大提高。亦都相信咧，街市唔係純粹就係一個買餸，係一種娛樂。我認為可以朝住一個娛樂嘅方式去締造未來我哋嘅真係新嘅特色街市。所以呢，主席，其實公眾街市呢唔係民生嘅場所，係一個城市文化嘅重要嘅載體。唯有呢係以新嘅現代化思維呢係推動革新，先可以能夠呢讓傳統嘅街市喺時代變革中呢煥發新生，繼續呢係當好服務市民嘅重要角色。主席，本人謹此陳辭。